像一个 iPad 嘛哈，一个 iPad 现在是大概100-200块。iPad 如果用30年前，这不是我的数据哈，这是 Applied Material 的数据。30年前的生产技术，30年前矽谷拥有的零件，组合起来一个 iPad 这个功能，当时的价钱是美金1.4个 billion，14亿，同样功能啊，做到现在一个 iPad 一个小孩子可以到店里面随随便便买一个哈，当年是1.4个 billion 的这个钱，你想想看这种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这个多吓人啊！packaging 啊 ，packaging 很简单，大家想说是包装。其实 packaging 这个观念呢是 much more than 包装啊。那现在有一个游戏呢，就是一个最高明的包装哈，叫做云端运算。云端运算其实是一个大骗局哈，因为这个 IT 行业从以前就是分了又整合，整合又分，一下叫集中式，一下分散式。他现在发现每个 PC 越来越 powerful， 大到已经无可收拾啊。然后发现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用手机，那要让这个 IT 在创造同样的事情，是用不同的生意再卖一轮，哇，就云端啊。那就是另外一种包装。那有一个机翼的这个做创意的人就跟我说，他有一个也是很好的创意，也是很有价值的。他说他们的团队发明了这个电熨斗哈，他把电熨斗做成透明的哈，整只透明的，你这样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啊怎么样哈。我就说这个应该不是包装的价值，这个是一个 marketing 的 gimmick 啊，这是一个市场的小动作。如果照你这样讲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透明化，那通通是创新的，不是嘛？啊，这个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。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台湾最会做的叫 scalability 啊。我有3杯哦，谢谢。你胆子大，买酒。Scalability 就是说，这是台湾跟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很有贡献的。如何把100块钱的东西，不是变成90块，是100块钱的东西，如何在很快的速度里面变成20块钱啊？那不是只有 manufacturing， 未来的思考，互联网的 scalability 怎么样让它大数？软件软体，因为软体是王嘛，那硬体的人怎么玩？这个软件的这个生意，就很多这方面的人。那我认为呢，这是到目前为止，所有世界上过去几百年在创造价值，大概离不开这5个东西的混合哈。往前走，我提议5个新的东西哈。那这5个新的东西，当然也不可能以偏概全，这也只是我自己看到的啊。可是你想一想，回想到你自己的生活跟现在，是不是前面那5个还是你的主轴？那现在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，都很有趣的啊。第一个东西就是现在，如果我们年纪大的人不了解，就知道新一代的人天天在玩的，天天在进步的。Apple 之所以卖得那么好 ，Facebook 之所以做得那么好，就是在干这个事儿 ，user experience 啊。我这个年纪的人记不记得以前去银行跟去台湾那个区公所的经验？对，以前那个去区公所，你如果忘记带图章、忘记带身份证，那个区公所的人士会把你那个东西丢出去，然后骂那个3字经，啪，然后你那个发还不是你是那个几十个人挤在那个柜台啊，好不容易挤到，他要把你丢出去的啊。那现在当然，现在有 user experience， 去银行也是一样，坐飞机，商务舱、头等舱是赚钱的，经济舱是不赚钱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很有趣哦？
头等舱、商务舱、经济舱，哎，同时起飞，同时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从 function 从功能上来讲，这是一样的事情。user experience 不一样，对。我30年前是华航的钻石卡，20年前是 EVA 的 Global Service 最高档的，那这10年是华航的最高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宝塔还是什么翡翠上面那个啊 ？Anyway， 那我就像吸毒一样，就会回去再弄。那这个 experience 呢，在什么样的时候最清楚？就是你上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任何人上网就知道，稍微慢了2秒钟你就不玩了，要多 click 2个你不玩了，这个就是这样，这个是 very critical， 一点都假不了的 user experience。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所有的 business 呢，都是跟 online 结合 ，online 跟 offline 结合，现在跟 mobile 结合，全部都是 user experience。你以为整个 Apple 卖的是什么？它是用它的 iTunes、iCloud， 透过这些东西，天天就是把你。让你觉得这个哇，你不但是好像说觉得很好用，你还觉得哇，用了它付了钱还要谢谢它哈，让你这个。第二个哈，跨行业结合整合，这个绝对是未来的最大的主流，所有的新机会都在这里。像台湾也好，矽谷也好，过去10年最热门的题目是什么？将来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半导体业玩到没有什么可以玩了，系统业玩到都是国外在玩，软体业也被印度拿去玩，那矽谷要玩什么？就出来很多这种东西，看起来像一样东西，其实后面是很多东西。尤其像 healthcare 医疗仪器，什么是医疗仪器？是不是3个工程师可以做医疗仪器，还是3个医生可以做医疗仪器？不是，是3个工程师加3个医生组成一个团队就可以做医疗仪器。这是未来10年、20年矽谷一个很大的主流。台湾也是一样，中国也是一样。那当然不是说，就像我太太他们在玩那个机器，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健康行业、医院行业，将来还牵涉到保险行业。好，我现在在中国有一个，我是一家中国最大的这个医疗服务紧急救援公司的董事长。我到今年年底有600万个会员，明年会有1000万个会员，这个公司蛮赚钱的。做的事情是像整个奥运的全世界的来宾都是我们包的啊，然后那个上海世博整个半年也是我公司包的，然后。那广州亚运还有那个世界大学运都是我们包的，就包什么？好像你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坏掉，你就打一个电话，20分钟以后卡车来把你拖走，你的问题解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中国玩，你的母亲游长城摔了一跤，或者你的儿子到了乌鲁木齐在酒店发高烧，你怎么办？中国有20几万家医院，其中99%的医院送你钱让你去看，你都不敢去看。啊，它是良莠不齐、参差不齐的。最好的医院也在那里，最好的医生也在那里。可是像这种情形，我们公司就在做这样的服务。在美国叫做 International SOS， 在欧洲叫 SOS International。那我们是2家都结盟，是中国叫做 HealthLink。那这个公司就很有趣，我是一个叫第三方服务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整合了1000家医院，这1000家医院跟我是直接连，我又整合了70个城市的救护车，所以现在所有的10大保险公司都跟我合作，我整合了保险业、医院行业、医生、护士以及所有的客户，连那个万事达卡，那最近。有4家那个很大的这个移动手机也来跟我们合作，他要做老人手机啊，把我们的服务捆绑在他的手机中有一个键，这是我公司的服务，一按就是，以前一按是说打给那个你的家人什么，现在一按就是我们公司的服务啊，就蛮有趣的。那就你在整合不同行业的时候，就忽然间不知不觉创造出新的价值、
新的定义。好，什么叫传统产业的再生？很多传统产业现在长的样子跟以前不一样的啊。那这个故事太多了，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啊。人口结构带来的变化，这个不用说了。那这个好处呢，我跟大家报告，我是10年前开始讲这一条啊。人口结构变化，现在这个讲的人就很多，因为看得越来越清楚啊。尤其看很多地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，以前是正三角6个养1个，以后就倒三角1个养6个嘛啊。那这种情形的时候，老人照顾、幼童照顾、孕妇照顾，就有很多这个把科技、医疗、wellness 健康跟这个人的生活跟结构、人口结构彻底的改变啊，要来好好的服务啊。那很多人就说，绝大部分的人，哎呀，就是我们华人就是很孝顺哈，都可以，父母亲都不用我们照顾，都跟我们住，就我们会照顾他。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，像我哈，我老了我就不要我儿子养我哈，因为我小时候我骂他，我老了为什么要他来骂我啊？这个我们这一代观念绝对不一样的啊，绝对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？美国这么 advanced， 欧美这么 advanced， 你知道所谓这个 institutional care 哈，老人的机构照顾，你知道占多少 percent 吗？在座可能有一些人这方面有投资哈，不到15%。也就是说，有85% 的，就算你有钱，你就是没有那个 resource， 你得自己过，或者是跟家人过。那这要有很多像远距医疗、远距照顾，就很多跟科技的这个跨行业混合新出来的行业。中国跟台湾哈，你知道这个机构照顾占多少比例？老人的能够享有机构照顾的，不到1% 啊，99% 以上的人就是得住在家里，就是得自己住。你住在重庆，你的小孩到北京上班，你就是靠自己啊。那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过去不需要面对，现在你就有这个新的方法去思考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哈。那第4个是我写的，我讲了3、4年，到目前还没有看得很清楚。可是我觉得呢，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大商机。这个大商机带动的是2个事情，叫做2个一哈。这个很多第一个，像人家讲说互联网的商机，我常常讲说叫王牌哈，叫 ACE。第一个 A 是 advertisement 嘛，大家都知道做广告嘛。那第2个现在进入第2个时候，叫做 C 就是 community 嘛啊，做社区啊，脸书也好啊 ，MySpace 的。第3个呢，因为这个混合文化的关系呢 ，entertainment 跟 education， 在未来在座那位年轻人，你做这个动画，那个是最好的行业。我那天演讲完，隔天李继珠就请吃饭，整个晚上还有那个法兰茨的老板是我好朋友，叫陈立和。我们谈的就是台湾谈这个文化创业的机会嘛，文创产业。我一个朋友从大陆回来，他说未来20年中国最夯的行业就是文创产业。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啊，至少目前看起来是有这个迹象。那文化创业不是说只是画图才是哈，这么高档不是，有的时候你吃的东西也是一种文化嘛，啊，你的观光也是一种文化，这方面都是。那我讲这个 mixed culture， 就像说，你现在去台北呢，你到华西街吃饭，旁边有一桌在讲这个北京口音的，跟你到北京吃饭有一整桌台湾口音的，司空见惯，一点都不稀奇。以前很稀奇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，在西门町逛街，看到那个老美 G.I. Joe 啊，那个大兵带一个那个台湾女生，我们看着都会瞪他2眼，因为很少有嘛。某某人的女儿嫁给老外，某某人的儿子娶了老美。现在我的子女每一个都嫁给老外啊。